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的消息。台北风太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，在北部甲东北部这几天拢会变大雨。北环公路台7线90公里，也就是宜兰台东乡这英树路段，昨暝9点半的时阵，山壁就已经有土石崩落路灯起。苏规国小英树分校今日已经停班停课。也若是台东的兰树港绿岛，对今日中昼12点开始停班停课。怪手一直希望赶紧畅通道路，北环公路台7线90公里的所在，自昨暗时9点半，因为连续大雨土石崩起，一个超过200栋的石头坏在路中。我们现在估上来，最主要是一颗大石头，大概一估大概2000立方的。北环公路按算就是下晡5点才会畅通，宜兰县四季国小英树分校宣布停班课一天。台东南树绿岛也因为南北风台影响，中昼12点开始停班课。不过宜兰这摆是不是因为大水后停班课，所以引起争议？学生伫雨中去学校，气象署有估，宜兰山区自昨暗时8点开始，24小时立即雨量有490毫米，超过停班课标准。不过宜兰县政府所宣布，由各机关家己决定，县长林祖标明确就互网友灌满，这期是将这件杀出去。还好哈，就不影响上课了。不会 ，OK。是可以早一点宣布啦，因为早点讲。对，因为我们如果要接送小孩的话，然后又要上班的话，可能在那边等消息会有一点困扰。依照目前现行停班课的一个规定，各机关本来也就可以依照地形的一个状况或是现状来做一个宣布。不过，既然只是防护状况，部分家庭认为上班课不受影响。不过，希望县政府应较早宣布决定。县政府表示，山区气候变化大，当地公所更较应掌握清楚。依照停班课相关规定，各机关本来就应依照地形、防护状况是不是影响上班上课，家己宣布。县政府尊重公所的判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